咦，阿仔，淨牛丸同淨魚蛋都係20蚊碗，但係淨雙丸又係6粒，點解會貴2蚊㗎？我知啦，淨雙丸要滗2次噶嘛，咪收貴啲咯。吓，你讀咗咁耐 Econ，你俾啲咁嘅答案我？救命啊，高 Sir，究竟點解啊？其實個答案係好簡單噶，咁大家如果有曾經讀過需求曲線 demand curve 呢一課嘅話呢，都一定會知啦。我哋嘅需求曲線嘅形狀其實會係向下斜噶，意思即係指你連續使用一件貨品嘅數量不斷增加嘅時候，其實佢每一個額外嘅單位為你帶嚟嘅滿足感係會隨之遞減噶。例如你叫咗一碗淨魚蛋食，你將會獲得魚蛋6粒。有冇留意你食頭3粒嘅魚蛋係會開心過食尾3粒嘅魚蛋㗎？咁當然你食咗6粒魚蛋之後，你得到嘅滿足感呢，就應該等於呢兩個面積嘅總和噶噃。其實呢個面積亦都代表咗你最多願意放棄幾多錢去買呢碗淨魚蛋㗎。嗱，牛丸嘅情況亦都一樣啦。你食頭3粒係會開心過食尾3粒噶噃。咁而兩個面積加埋，亦都代表咗你食一碗淨牛丸所獲得嘅滿足感嘅總和噶。咁亦即是佢亦都代表咗你最多願意俾幾多錢買呢碗嘅淨牛丸噶。咁當然，如果你叫一碗淨雙丸食嘅話呢，你應該係會獲得3粒魚蛋同埋3粒牛丸噶。你可唔可以話到俾我聽，到底你得到嘅滿足感應該會有幾多呢？答案好簡單，就應該等於頭3粒魚蛋嘅滿足感，再加埋頭3粒牛丸嘅滿足感。呢兩個面積嘅總和就係代表咗你食一碗淨雙丸有幾開心，同埋你願意俾幾多錢去買呢碗淨雙丸啦。咁大家應該會留意到啊，原來今次呢一個嘅面積嘅總和應該係比前者嚟到講係較高嘅。咁亦即是意味着你係願意俾較多錢去買呢碗淨雙丸噶。唔怪之得老闆會收你貴啲啦，原來你係願意俾嘅，係咪？好啦，咁但係大家如果讀完 Econ 學咗呢個分析之後，大家亦都有點而覺得無奈嘅，係咪？就係哎呀，原來我係真係願意俾多啲，又俾老闆識穿咗。咁但係冇計，真係原來願意俾多啲，唯有俾多啲老闆啦，係咪？嗱，原來咁樣諗係唔啱嘅，因為大家通常去食午餐嘅時候都唔會一個人去食噶嘛，都會同你啲同學去食，係咪？你記住，團結就是力量。好啊，你去到呢個嘅雲吞麵鋪嘅時候，下一次你唔好再分別叫一碗淨雙丸食啦。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就係你叫淨牛丸，佢叫淨魚蛋，咁然之後下一步會點呢？咁大家其實已經明白噶啦。我哋讀 Econ 最重要一個嘅工作要做嘅就係學習點樣將現實生活裏邊嘅資源重新分配，令到嗰啲有限嘅資源嘅價值發揮到最高。咁你雖然喺間雲吞麵鋪裏邊，你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啲咁偉大嘅工程噶噃。例如你可以分別將你嘅3粒牛丸分配俾對方，而對方亦都分配另外3粒嘅魚蛋俾你。咁結果大家睇到啊，你能夠將台面上邊嘅牛丸同埋魚蛋嘅數量保持不變，但係就能夠透過你重新分配資源，令到台面上邊嘅牛丸同埋魚蛋嘅價值係發揮到最高。嗱，咁嘅情況底下，你咪可以用最少嘅金錢，能夠獲得最大嘅滿足感、最大嘅回報咯。